也许现在是吃日本料理的好时候了。看看这一盘日本料理，这个是台湾的花枝，这个是来自日本北海道的干贝，鹿儿岛的丝鱼。你看完整的一盘。那这个是台湾蛋所做成的日本玉子烧，充分展现出台日坚固的友谊，敬请大家多多享用。你们都吃些什么呢？也许现在是吃日本料理的好时候了。你看看这一盘日本料理，这个是台湾的花枝，这个是来自日本北海道的干贝，鹿儿岛的丝鱼。你看完整的一盘。那这个是台湾蛋所做成的日本玉子烧，充分展现出台日坚固的友谊，敬请大家多多享用。